后来继续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高瓦集团的争议，这周刊还有上新的野料，讲付薪水给高瓦记者的凯斯国际背后的金主，就是黄国昌的太太高雄的小妹，敢有影安尼呢？黄国昌讲，伊有请太太甲伊仔来确定，这代志都无影无迹。黄国昌是爱周刊伫咧限期内道歉更正，也若无，就要采取着法律的行动。说凯斯国际。 是我的姻亲开的，哪一个姻亲？面对高压争议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足一摆访问媒体，到底是倒一个姻亲？即马周刊亚康投入资金的凯斯国际神秘金主，就是黄国昌因某高雄的小妹高辉。根据了解，高辉自2021年伫温力国际文化做负责人，花100万成立凯斯国际，予李立官做凯斯国际负责人。我真的快要笑出来了，我还很慎重，我请我太太。 打电话给他妹妹，我太太的妹妹说，他们在扯什么鬼啊？否认伊的姨仔就是背后的金主，不过周刊阁指出，凯斯国际伫2022年摕1000万投资民保，迄时的董事长就是甲黄国昌斗阵成立吹箫者亚伯协会张正元。不过人事开销伤济，包括地邦科技创办人黄安杰加前国民党立委陈建平，拢投资1000万予凯斯国际。当然，甲民众党关系密切的求真民调总经理关志武，今年嘛继续支援100万。这个礼拜要上大菜。 结果端出来的是一盆馊水。撰稿的记者今天如果没有道歉，应该律师就会采取法律行动。面对外界质疑是高压金流，黄国昌要求限期会失礼。周刊20号嘛发声明点名黄国昌要甲重点母高国，双方一句来一句去，嘛无排除交互司法来解决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